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3月1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1篇第1节到12节，哈巴谷书第3章第2节到13节，约翰福音第12章第1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敬畏。关于对上帝的敬畏，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兄姐认为这个翻译不好，因为他们说上帝不是要让人家害怕的。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。哈巴谷书第3章第2节，其中有一句台语翻译成惊惶，中文现代译本翻译为敬畏，在 NIV 英文的翻译为 have， 在新的KJV 的翻译是 afraid， 害怕。这个字希伯来文是亚雷里，这个可以翻译成为 afraid 或是 fear。 当然上帝不是为了要让人害怕，怕他怕得要死，但是人必须对上帝有所畏惧，才能够敬拜上帝。我们不能连上帝都不怕，就像比拉多啊、祭司长啊，他们只怕人群，却不怕上帝，因此就失去了敬畏上帝的心。哈巴谷书第3章第2节到13节这样提到：上主啊，我听见你的作为，心中就充满敬畏。求你在我们的世代重新做你做过的大事，求你在愤怒的时候也显示怜悯。上帝要再从以东来，神圣的上帝要从巴兰山来，他的荣耀遮盖普天，大地充满颂赞他的声音。他带着闪电的亮光，光芒从他的手中，就是隐藏着的他的大能的手中射出。在他的面前有瘟疫，在他后面有死亡。他一顶住，大地就震动；他一注视，万国就颤动。永固的山岳崩裂，长存的丘陵塌陷，这都是他古时走过的地方。我看见古山人恐惧，米甸人发抖。上主啊，是不是河流使你发怒？是不是海洋使你生气？你驾云而来，乌云做你的战车，它使你的子民战胜。你抽出弓，准备射箭，你使河流裂开大地。群山一看见你就颤抖，水从天空倾倒下来，地底下的水翻腾，波涛汹涌。你急速的箭一闪，闪亮的矛一晃，太阳和月亮都停住。你在愤怒下跨过大地，你在气愤中践踏万国。你出去拯救你的子民，拯救你选立的君王。你击打邪恶的首领，彻底消灭他的部属。心存敬畏的心，才愿意降服于上帝。
否则也会如同耶稣基督的门徒犹大一样，他的眼中只看重金钱，即便是看到玛利亚那么样的敬虔敬拜耶稣基督，他却只关心金钱浪费了。约翰福音12章第1节到11节，经文这样说道：在逾越节前6天，耶稣到了伯大尼，就是拉撒路住的地方。耶稣曾在这里使拉撒路复活。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了晚饭，马太帮忙招待。拉撒路和其他的客人和耶稣一起用饭。这时候，玛利亚拿来一瓶珍贵的纯拿达香油膏，倒在耶稣的脚上，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。屋子里面充满了香气。那耶稣的一个门徒，就是将要出卖他的加略人犹大，说：为什么不拿这香油膏去卖300块银子来分给穷人呢？他说这话并不是因为真的关心穷人，而是因为他是贼，他管钱，常盗用公款。但是耶稣说：由他吧，这是他留下来为着我安葬之日用的。常常有穷人跟你们一起，但是你们不常有我。一大群犹太人听说耶稣在伯大尼，就到那里去了。他们不但为了耶稣而去，也是想看耶稣使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。因此祭司长既谋连拉撒路也要杀害，因为许多犹太人为了他的缘故离开他们，信了耶稣。心畏惧而对主耶稣基督存着敬畏的心，这样的人才会愿意奉献自己以及自己原本所看重的一切，如同那位耶稣基督高抹贵重的香膏一样。虽然上帝是慈爱、怜悯又有恩慈的上帝，但是人必须存着敬畏的心，才会尊主伟大，愿意高举基督。诗篇51篇第1节到13节。上帝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你有永恒的爱。求你除掉我的过犯，因为你有无穷的仁慈。求你清除我的邪恶，洗涤我的罪孽。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自觉常在罪恶中。我犯罪冒犯你，我得罪的是你。我做了你认为邪恶的事，因此你审判我是理所当然，你责罚我是我所应得。我一出母胎便是邪恶，出生之日就充满了罪。你所要求的是真诚的心，求你用你的智慧充满我。求你除掉我的罪，使我洁净。求你洗涤我，使我比血更白。求你让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音，虽然你粉碎了我。求你使我再次欢乐。求你闭眼不看我的罪，除掉我一切的过犯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造一颗纯洁的心，
求你赐给我一个又新又忠诚的灵，不要从你的面前把我赶走，不要从我身上召回你神圣的灵，让我重新体会你救恩的喜乐，使我的灵甘心乐意顺服你。这样我把你的命令教导罪人，他们就会归顺你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是又恩慈又有怜悯的上帝，求你用超越的爱来爱我们。你甚至差遣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。求主你帮助我们时时刻刻的存着敬畏的心，教导我们谦卑爱主，也愿意成为主的仆人，爱人如己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